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米高老師。台灣咧就要喺初4同埋初5啦，有一個神行杯嘅比賽，非常大型嘅一個4驅車賽事。今次拍呢條片咧，就希望由一個新手啦，或者啱開始玩嘅車友嘅角度去出發啦。咁啊，究竟點樣去準備一場比賽？同埋首先一定要去官方嘅 Facebook 啦嚇，咁啊睇翻相關舉行嘅日期啦，咁同埋相關嘅地點啊、時間嚇。咁另外就要睇翻佢嘅規則啦，究竟你嘅車嘅規格啊，同埋可以用邊一種類型嘅零件啊嚇，佢係屬於邊一種 class 啦嚇。咁呢個都係需要去關注嘅。咁然後再去改裝自己嘅賽車。咁我哋可以準備一個工具箱啦。咁好似呢一個就由田工出嘅拉麵箱，咁非常之方便啊，有2層。咁入邊打開咗之後呢，你可以放自己嘅賽車啦、工具啦嚇。咁另外呢一度呢，我係用咗3D 打印嘅櫃桶啦。咁我哋可以放唔同嘅零件嘅。好啦，究竟我哋去比賽需要準備啲咩呢？咁當然首先就係你精心改裝嘅戰車啦。咁你要確保所有嘅零件啊、導輪啊係運作暢順啦，啲車軸係直嘅嚇，摩打啊、墊片啊、螺絲啊都有檢查過啦。要帶一啲工具啦。咁4驅車嘅工具呢，就五花八門嘅，咁但係亦都有啲基本嘅工具非常之重要啦，例如係螺絲批啦、六角批啦，又或者你用翻田工原裝嘅嗰個六角匙啦。咁我自己會隨身帶一個尋孔嘅個工具嘅，避免螺絲突出呢個問題，刮傷軌道啦。咁另外呢一個就係非常之好用嘅鉗啊，咁你夾一啲細嘅螺絲啊，或者係絲母啊，都會比較方便啊，手指太粗啦。可以去扭嗰個 lock 甩啊，或者細嘅絲母啦，兩邊唔同嘅 size 啦，更加方便，更加用力更加好啦。咁另外呢個 marker 筆啦，可以塗喺車軸啦，或者摩打軸啦，咁令到個齒輪安裝得更加實啦。咁呢個就係戒刀，咁用嚟 cut 呢個剎車面啊嚇，或者其他用途都非常之好嘅。咁鉸剪我多數會帶一把細嘅，就唔會帶一把大嘅，咁方便放喺個工具箱入邊啦。咁另外啲銼刀啦，有時候可能有啲碳件啊，希望磨嘅鍍角啊，或者過長都可以用呢個嚟修改啊。咁另外呢個非常之重要啦，就1mm 嘅驗車尺，咁睇下你個車底或者前後剎車離地夠唔夠1mm，咁呢個就係1mm嘅驗車尺啦。咁另外呢一個呢，就係驗軸器嚟嘅，咁睇下你個車軸直唔直啦。如果可以成功穿過嘅話呢，咁代表你嗰支車軸呢就係好直啦，可以使用啦。咁如果不能夠成功穿過，即係嗰支車軸就攣咗啦，咁你就要作出更換啦。咁另外呢一個呢，就係用嚟更換導輪嘅520啊。你可能個520希望拆出嚟清洗啦，又或者係更換啦，咁你都可以用呢一個工具將個520拆出嚟，又或者安裝上去嘅。咁另外呢一個就用嚟拆摩打齒啦，咁呢一個係一個副廠嘅工具啦，田工都有出一個原裝嘅工具用嚟做呢個用途嘅。咁我自己嘅習慣啦，會有一個摩打座嚇，咁就可以用嚟做清洗摩打嘅用途啊，或者用一個電池盒啊作一個通電啦。咁呢一個就係一個自製嘅 CRC 噴嘴咯。咁呢個就係一個精密電器清潔劑嚇，咁你可以去抹胎啊、洗摩打都可以嘅。好，講到工具啦，點少得裝胎器呢？呢個咁如果要拆落嚟呢，就要用到呢一個啦，拆胎器啦。咁佢就係一個玻璃樽啦，咁入邊呢會裝白電油，咁用嚟洗啤令用嘅嚇，將啲啤令放入去，放白電油，然後咁樣揈就可以進行清洗噶啦，即係個相對簡單嘅清洗啦。咁你即場就可以做啦。咁另外你仲會需要一塊驗車板啦，嚟檢查下自己架車後邊嘅剎車係咪水平，定係話淨係得一邊掂地。如果淨係得單面掂到地下嘅話，咁你架車跳出去嗰陣就會跳歪啦。係塑膠嘅版本啦，相對比較輕啦。咁另外仲有個金屬嘅版本嘅。咁好似我呢一個工具盒嘅第一層啦，我會有一個測速器啦。咁而家架車你跑緊咩速度咧？佢上面會顯示嗰個公里數嘅。咁另外呢度仲有支錘啦，咁方便去安裝車軸啦。咁另外呢一個呢，就係剎車棉嘅地方，咁我會準備唔同摩擦係數嘅剎車棉，唔同長度嘅螺絲啦、平頭啊、圓頭唔同長度嘅鋁通，
咁另外仲有摩打齒啊、齒輪、絲母、彈介碌啦，同埋唔同重量嘅一個釘釘，咁啊方便你去設定你嘅車輛啦。就係唔同轉數嘅摩打啦，咁啊睇翻當日比賽適用嘅速度咁啊揀選適合速度嘅摩打啦。一個就係唔同徑數嘅渡輪啦，咁例如呢個係13mm嘅，呢個19mm啦，17mm，呢個係雙層渡輪。個咧就係唔同齒比嘅齒輪啦。我亦都會帶備摩打油啦，你摩打清洗完之後都需要加油啦，又或者可以因應翻你比賽嘅節奏啊或者戰術啦，去決定幾時添加摩打油嘅。咁剎車嘅呢一個量度板啦，咁呢一度咧，例如好似我呢一塊咧，就分別有3軌嘅20度啦，同埋3軌嘅一個 slope， 咁我就會知道自己嘅車究竟係喺實際軌道嘅剎車表現嚇。咁呢個就係充電器啦嚇，咁呢個充電器咧，佢就係用 Type C， 跟住再用一個USB 嘅一個火牛。咁另外呢一度啦，我亦都會準備唔同徑數同埋唔同材質嘅輪胎啦。咁亦都有充電池啦亦都有田宮原裝嘅士巴拿同埋六角匙啦，一啲備用嘅電片可以更換，同埋摩打咗有時都會出現斷裂嘅情況啊，咁亦都會帶備少量咯，咁啊作出更換嘅。最後啦，我亦都會帶測電壓嘅儀器啦，去得知我而家嘅使用緊嘅電池究竟係個電壓係幾多。咁另外就係雙面膠紙黐煞車用嘅。咁到一口氣介紹咗咁多4驅車用嘅工具啦，同埋比賽你會用到嘅嘢啦，翻你自己嘅情況作出調整啦。咁例如一架賽車，你可能每試完車或者行完一個大圈之後呢，翻嚟都要檢查幾樣嘢嘅。例如呢個前邊嘅渡輪啦，個角度有冇負傾角啦，啲橡筋啊、O-ring 啊有冇斷裂啦，咁需要更換啦。咁我哋亦都可以轉動個車轆，檢查下呢度有冇拗咯。咁如果拗咗嘅話，咁睇下係車軸嘅問題啊，定係車轆嘅問題，咁作出更換啦。咁啊，同埋我哋每行幾輪之後呢，我哋都要檢查下啲轆粒啦、螺絲啦，有冇鬆脫啦。咁如果有需要呢，我哋就扭翻緊佢嘅嚇。咁剎車亦都係定期都需要去檢查同埋作出更換。咁可能會過長啦佢個車長嚇。咁所以我哋都需要係作出量度。係一定要入到盒嘅，係以上所各方各面啦，即係由工具啊到注意事項啦，咁希望大家去留意嘅地方，亦都祝大家嘅比賽順利嘅，加油！